哦，所以讲咱若心若清，就会学天心嘛吼。啊，迄个天的心是足好。咱每一个人拢有天的心，迄就是好。点老师咱点袂晓就是。啊，只是讲咱无法度就是体验。我有感觉我学到的物件就是体验这件事情。咱去体验看卖，去体验看卖，体会看卖，因为真理无伫外口，真理咱人的心中，咱用心去来体会看卖。如果我的心啊拢注意伫外口，讲袂到哪哪困难。注意伫外口，意思讲我注意迄个人，比我讲的话，我注意迄件代志，我注意外口的环境好甲歹哦，迄环境。
歌颂